你試過喺深圳一啲商場入面頂住30幾度嘅高溫，或者喺冷氣大到飛起嘅走廊度，足足排咗2個鐘頭隊，就係為咗食一餐網上吹到天花亂墜嘅網神店味？當時你望住餐桌上香氣撲鼻、色澤鮮豔嘅酸菜魚、辣子雞或者係香噴噴嘅肥牛煲，係咪覺得自己呢2個鐘頭排得超有價值？手部打卡放上網引人妒忌嘅時候，真係成就感爆棚。但係我今日要好殘忍咁話俾你聽一個真相，你用寶貴嘅生命排隊等返嚟嘅呢啲美食，可能根本唔係咩大廚用心烹調嘅心血，而係一堆喺工廠擺咗6個月甚至1年嘅化學預製菜。你以為自己食緊性價比極高嘅人家美味，其實你只係用自己個胃幫人哋清理緊堆填式嘅工業產物。最近呢大半年，如果大家有留意深圳各大商區，你就會發現一個好恐怖嘅現象。以前大排長龍，攞個籌要等幾百張台嘅網紅神店，竟然出現咗史無前例嘅大崩盤。根據內地餐飲業最新嘅數據統計，單係過去呢1年入面，深圳各大核心商圈嘅網紅餐廳，竟然有接近1/3已經悄悄咪咪咁執埋笠。呢個曾經被無數創業者視為金礦，被無數香港人視為美食天堂嘅地方，依家正經歷緊一場慘烈嘅洗牌。那些曾經喺社交平台上高調宣傳，開咗10幾間分店嘅知名品牌，一夜之間全線結業，留低嘅只係空置嘅鋪位同埋一堆欲哭無淚嘅加盟商。點解會咁？因為層糖衣包裝終於被撕開，後廚嘅黑幕徹底咁曝光喺公眾眼前。好多消費者終於清醒過來，發現自己以前交咗咁多智商稅，排咁耐隊竟然係去食化學嘢。我哋不如一齊行入呢啲所謂網紅神店嘅後廚，睇下入面到底有幾驚人。喺好多人嘅包辦想象入面，一間餐廳嘅靈魂肯定係大廚，一個有着10幾20年掌勺經驗嘅師傅喺廚房入面開大個火，手起刀落，大鑊翻炒，咁先至有鑊氣。但係依家呢啲連鎖網紅店嘅後廚，你入到去，可能連一個灶頭都揾唔到，更加唔好話揾到個會炒菜嘅主廚。入面企喺度嘅只有幾位人工每個月3-4千蚊嘅操作工或者係兼職嘅靚姐，佢哋嘅工作極之簡單，甚至不需要任何廚藝背景，只需要識得2件事：第一，用鉸剪剪開膠袋；第二，將膠袋入面嘅嘢倒入去微波爐，或者放落去一個特定溫度嘅水槽入面。冇錯，依家好多網紅店嘅核心武器根本唔係咩秘製配方，而係一排工業級嘅高功率微波爐，同埋一包包由中央工廠大批量生產、冷凍運送過嚟嘅預製菜包。當你喺出面等咗2個鐘頭，肚餓到咕嚕咕嚕叫，終於可以入座點餐。你用手機掃碼落單，點咗一盤招牌酸菜魚。你諗住呢條魚係師傅即叫即湯，新鮮滑嫩。但係喺後廚，靚仔一睇到點單系統出紙，就純熟咁去冰櫃拿出一包寫住酸菜魚底料同埋一包已經煮熟、加咗化學補水劑嘅冷凍魚片。佢將魚片連埋膠袋放落熱水度叮熱或者解凍，然後剪開膠袋倒落個大碗度，再將酸菜湯包用微波爐叮2分鐘倒埋落去。最後為咗製造一種新鮮出爐、好有鑊氣嘅假象，佢哋會用個小鐵錘燒熱少少沙拉油，淋落去盤魚上面，發出啦一聲嘅響聲。成個過程只需要3至4分鐘，一盤同宣傳海報一模一樣、香氣逼人嘅招牌酸菜魚就大功告成，由服務員端到你面前。你食落去覺得哇，啲魚肉好滑啊，味道好濃郁啊，但係你根本唔知呢條魚可能喺半年前就已經喺山東或者江蘇嘅某個大化工廠附近嘅加工廠入面被宰殺、切片，然後用咗大量嘅焦磷酸鈉、三聚磷酸鈉等化學添加劑浸泡，令到佢可以鎖住水分，維持那種不自然嘅滑嫩感。除咗酸菜魚，另一個重災區就係大家最中意食嘅各式各樣肉類料理，例如黃燜雞、紅燒肉、肥牛煲，甚至係近年好流行嘅各種燒烤同小夜市牛扒。呢度就涉及到一個更深嘅黑幕：合成肉同埋組合肉。好多人會問，點解深圳啲網紅店可以做到咁平？50幾蚊人民幣就可以有一大盤肥牛，或者是一大盤鐵板黑椒牛扒，
喺香港食隨時要雙倍甚至3倍價錢。通脹咁勁，租金咁貴，佢哋點樣做到？答案就係，你食緊嘅根本唔係你以為嘅嗰種由動物身上直接切落嚟嘅原切肉。工業化嘅餐飲供應鏈已經到咗出神入化嘅地步。所謂嘅合成肉，就是將屠宰場入面剩返嚟嘅碎肉、豬肉嘅邊角料、雞皮，甚至是脂肪渣子，全部收集埋一齊。呢啲肉碎本來係冇辦法做成整塊牛排或者漂亮嘅肥牛片嘅，但係只要加入咗一種叫卡拉膠或者谷氨酰胺轉胺嘅化學黏合劑，俗稱肉膠，呢啲碎肉就可以像玩泥沙咁喺機器入面重新組合，壓製成一條條完美嘅肉磚，然後將呢啲肉磚放入零下18度嘅冷凍庫入面急凍，等佢硬化之後，再用切片機切出嚟。出到嚟嘅效果，紋理清晰，肥瘦均勻，甚至比真正嘅原切牛肉仲要靚。你用肉眼看，根本分唔出真假。如果你食嘅係牛肉，但係商家想將成本壓到最低，佢哋甚至會用豬肉或者鴨肉嚟做基底。鴨肉嘅成本非常之低，每斤可能只需要幾蚊人民幣。工廠將鴨肉碎加上肉膠，再倒入大量嘅牛肉膏或者羊肉精等化學香精。呢啲香精係極度濃縮嘅化學調味劑，只需要加少少就可以掩蓋住鴨肉原本嘅騷味，同時散發出極之強烈濃郁嘅牛肉或者羊肉味。當你喺燒烤店食緊10蚊8寸嘅烤牛肉串，覺得孜然粉同辣椒粉好惹味，肉質好有彈性嘅時候，你其實係食緊浸滿咗牛肉香精，用化學膠水黏合而成嘅鴨肉碎。呢啲合成肉有一個最大嘅特點，就係無論你點樣煮，佢都唔會變老。真正嘅牛肉如果煮得時間長咗，肉質會變硬變柴。但係合成肉因為入面加咗大量嘅保水劑、嫩肉粉同埋化學膠水，佢嘅組織結構已經被改變咗。所以無論你將佢放喺火鍋入面滾幾耐，或者喺鐵板上煎到幾熟，佢入口依然是軟綿綿、滑溜溜嘅。好多後生仔女，甚至係20幾歲、30幾歲嘅上班族，缺乏去街市買餸煮飯嘅經驗，根本分唔出咩叫真正肌肉纖維嘅韌性。佢哋反而覺得這種用條脷一吻就爛嘅化學肉先至係最高級、最嫩滑嘅肉質。這真係一種飲食文化嘅悲哀。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有一種疑惑：既然呢啲預製菜、合成肉咁缺乏靈魂，甚至可以話係化學垃圾，點解前幾年會紅得咁厲害？點解可以吸引到成千上萬嘅人去排隊？這背後其實是一場精心設計嘅商業心理學跟資本遊戲。依家嘅網紅店，佢哋創辦人可能根本唔係餐飲界出身嘅，好多人以前是做互聯網、做營銷或者做金融嘅。佢哋開一間餐廳，思維唔係我點樣做好一盤菜，而是我點樣做出一個流量爆款。佢哋嘅資金分配非常之極端。如果一間傳統餐廳會將40%嘅成本擺喺食材度，30%擺喺人工同租金，剩返嘅做利潤，咁網紅店嘅玩法就是將50%嘅資金全部集落去營銷宣傳度。佢哋會喺抖音、小紅書、大眾點評等平台，鋪天蓋地咁揾幾百個網紅號去打卡、寫文案、拍短視頻。你每日打開手機，無論點刷，都會睇到同一間店嘅介紹。文案寫到煽情到不得了，深圳必食神店，不吃遺憾終生，全深圳最正宗嘅地道風味。喺這種強大嘅信息轟炸之下，消費者嘅心理防線好容易就會崩潰，產生一種如果我唔去試下，我就有咗，我就同朋友無話題嘅焦慮感。當你被吸引去到店鋪門口，你會發現另一個套路，故意製造排隊嘅假象，這叫飢餓營銷。好多網紅店明明入面有好多空台，但係佢哋喺開業初期會故意放慢帶位嘅速度，甚至有啲無良商家會花錢去請一班排隊托，即是專門收錢幫手排隊嘅臨記。當路過嘅行人見到一間店門口排緊幾百人，人類嘅從眾心理就會發揮作用，覺得哇，咁多人排隊，實好好食者，衰極都有個譜啦。於是越來越多真正嘅消費者加入排隊大軍，雪球越滾越大。但係當你排咗2個鐘頭隊，
身心俱疲咁坐落去，你嘅大腦其實已經處於一種高度期待同疲倦嘅狀態。心理學上有一個效應，就是當你為了一件事付出咗巨大嘅時間成本之後，你嘅大腦會自動美化最終得到嘅結果，用來安慰自己呢2個鐘頭冇白費。所以，當那盤重口味、重油、重鹽，加咗無數增味劑嘅預製菜端上來嘅時候，你嘅條脷被強烈嘅化學刺激麻痹，大腦就會釋放多巴胺，讓你產生一種真係好好食嘅錯覺。你高高興興咁影相，發朋友圈，無形之中又成為咗幫這間黑心網紅店免費宣傳嘅下一個工具。然而，紙終歸是包唔住火嘅。這種完全依賴資本包裝、缺乏真正產品力嘅商業模式，注定有一個致命嘅致命傷，就是復購率極低。也就是說，大部分人被呃去一次之後，好快就會清醒過來，唔會再去第二次。當全城嘅消費者都去過一次之後，呢間店嘅流量就會開始暴跌。特別是到咗2025年、2026年呢段時間，整個經濟環境發生咗好大嘅變化，大家賺錢唔容易，消費變得越來越理性。以前大家去深圳消費，追求嘅是刺激，是好玩，是打卡發朋友圈。依家大家更加注重嘅是健康，是真正嘅性價比。當大家開始反思自己為什麼要專程搭車過關，花幾百蚊，再排2個鐘頭隊，去食一餐喺自己屋企用微波爐都叮得到嘅工業預製菜嘅時候，網紅店嘅末日就到咗。呢次大崩盤之所以來得咁猛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供應鏈嘅過度膨脹，導致了味道嘅高度同質化。因為大家都使用同幾間大型中央工廠生產嘅預製菜包，這就導致了一個好搞笑嘅現象：你喺福田區食嘅酸菜魚，同你喺羅湖區甚至去到龍崗區食嘅另一間唔同名嘅連鎖店嘅酸菜魚，味道竟然是一模一樣嘅。因為佢哋嘅湯底配方、魚片的厚度，甚至連入面配搭嘅醃蘿蔔，都是來自同一個工業園區嘅同一條流水線。當消費者發現換了幾間鋪頭，吃來吃去都是同一個味道，那種由重油重辣帶來嘅官能刺激，好快就會變成一種生理上嘅反胃同疲倦。這就是餐飲界所說嘅味覺疲勞。網紅店失去了新鮮感，又沒有真正嘅廚藝大廚坐鎮去根據顧客嘅反饋調整味道，除了降價倒閉，根本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而更深層次、更令人觸目驚心嘅，是預製菜同合成肉背後隱藏嘅巨大健康危機。好多後生仔覺得自己依家仲生猛，20幾30歲，食下呢啲嘢驚咩啊？但係你只要睇下呢啲工業食品嘅成分表，你就會不寒而栗。為了讓一包預製菜喺常溫或者冷凍狀態下保存幾個月而不變質、不變色，廠家必須加入超標嘅防腐劑同穩定劑。更嚴重嘅是鈉含量。預製菜在工廠加工嘅時候，為了掩蓋食材因為長期冷藏而流失嘅鮮味，會加入遠超正常烹飪份量嘅食鹽、味精、艾加節、5、氰味核酸二鈉等強烈增味劑。一盤正常嘅家常菜，鹽分是可控嘅，但是一盤工業預製嘅川菜或者湘菜，入面嘅鈉含量往往已經超過了一個成年人一日所需嘅總和。長期食呢啲高鈉、高脂肪、充滿化學添加劑嘅嘢，最直接嘅後果就是對你嘅身體內臟造成不可逆轉嘅傷害。近年來，後生仔患上高血壓、高血脂、脂肪肝，甚至是尿毒症同消化道癌症嘅比例直線上升。好多30歲左右嘅年輕人去身體檢查嘅時候，發現自己嘅血管硬化程度像個60歲嘅老人家，腎功能指標一團糟。這背後，那些天天叫外賣、週末就去網紅店暴飲暴食化學預製菜嘅飲食習慣，絕對是罪魁禍首。你以為自己吃進去的是美味，其實你嘅肝臟同腎臟每日都要超負荷工作，用盡全力去代謝呢啲你聽都沒聽過嘅化學複合物。我們再來談談香港人北上消費嘅呢個大趨勢。從2023年初兩地全面恢復通關開始，香港人掀起了一股北上潮。每逢週末或者公眾假期，深圳各大口岸都擠滿了香港市民。大家嘅藉口通常都是香港食嘢太貴，
服務態度又衰，深圳又平，服務又好，嘢食又多選擇。不可否認，深圳在商場規劃、空間感以及某些前線服務人員嘅培訓上，確實有做得出色嘅地方。但係喺呢股盲目追求高性價比嘅狂熱之中，好多香港人完全忽視了食品安全呢個最基本，亦是最核心嘅底線。香港嘅餐飲業雖然經常被大家詬病，話地方細、坐得逼、伙計態度趕客，甚至一份乾炒牛河要收成80-90蚊。但係香港有一樣嘢，是建立在幾十年嚴格監管基礎上嘅，那就是對食品安全嘅敬畏。喺香港，大部分茶餐廳、酒樓雖然也會用一啲半成品，但起碼那塊牛肉、那條魚，絕大部分都是每天從街市或者指定批發商那裏運過來嘅新鮮原切肉。香港嘅廚師哪怕再敷衍，也是真刀真槍、開火落油，用個鑊炒出嚟嘅。香港嘅食物環境衛生署巡查得極之嚴格，餐廳如果敢大規模使用成分不明嘅化學黏合肉或者過期有毒食品，一經查出，罰款罰到你破產，還要坐監。但在內地，由於餐飲市場規模太過龐大，監管嘅難度呈幾何級數上升。預製菜目前在法律法規上依然存在很多灰色地帶，甚至有很多學校嘅飯堂都因為使用預製菜而引發了無數家長嘅強烈抗議。當一間網紅店可以用極低嘅違法成本去換取暴利嘅時候，你覺得那些逐利嘅資本家會為你個胃、你嘅健康着想嗎？好多香港人去到深圳，看到一張精美嘅菜單，上面寫着原價198，現價只需58，就覺得自己賺了大便宜。大家開開心心咁排隊，心甘情願咁等。但你有沒有想過，在一個人工、租金同樣在不斷上漲嘅大城市入面，一隻真正用新鮮飼料餵養長大、現場宰殺嘅走地雞，成本本身就要幾十塊錢。如果它能做成一盤成品，加上精美包裝、精緻裝潢、大肆宣傳，最後只賣你幾十塊錢，這中間消失嘅成本到底去咗邊度？消失嘅成本全部變成了工廠裏流水線發酵嘅化學藥水，變成了用冷凍了幾年嘅僵屍肉製成嘅肉糜，變成了用卡拉膠拼湊出嚟嘅極品肥牛。你以為自己用聰明嘅消費方式享受到了生活，其實你只是用自己嘅健康去填補了資本家在價格戰中燒掉嘅銀彈。這不是性價比，這是對自己身體嘅慢性投毒。幸好，這場由泡沫堆砌出來嘅網紅餐飲神話，在2026年的今天，終於走到了盡頭。這1/3執笠嘅鋪頭，就是市場給予盲目跟風者最響亮嘅耳光。消費者不是傻子，被呃一次、兩次可以當作是嘗鮮，是交學費。但當大家吃完回去連續拉了幾天肚子，或者發現吃完嘴巴乾到要瘋狂喝水，那種化學物質超標帶來嘅身體不適感，會讓人徹底清醒。深圳現在活得好嘅餐廳，反而是那些不怎麼做網絡營銷、老老實實做街坊生意，堅持每天去街市進貨、現做現賣嘅傳統老字號，或者是注重食材品質嘅中高端品牌。這場大崩盤也給我們所有人敲響了一個警鐘，是時候回歸飲食嘅本質了。什麼叫飲食？飲食是人與自然食材之間的一種溝通，是廚師通過溫度、火候、時間，將大自然賜予我們嘅新鮮肉類、蔬菜，轉化為滋養我們生命嘅能量嘅過程。一個好的大廚，他懂得根據四季變化去挑選食材。他知道這條魚應該蒸幾分鐘才能保持最鮮嫩嘅狀態。他知道這碗湯需要用慢火熬煮幾個小時才能釋放出骨頭裏嘅精華。這種帶着溫度、帶着匠心嘅烹飪，是那些冷冰冰、工業化嘅微波爐和膠袋預製菜永遠都沒有辦法複製嘅。當我們為了追求快、追求便宜、追求在社交平台上那一刻嘅虛榮打卡，而選擇去擁抱那些化學合成食品嘅時候，我們不僅是在摧毀自己嘅身體，更是在親手殺死我們引以為傲嘅飲食文化。如果未來的下一代，他們對食物嘅記憶只剩下微波爐叮完出來嘅味道，如果他們以為真正嘅牛肉就是那種沒有任何纖維感、像果凍一樣滑溜嘅合成肉，
那這將是人類文明歷史上最可悲嘅退化。所以，下次當你再打算跟着網上那些酷嘅推薦，專程坐車去某些大排長龍嘅深圳網紅店打卡嘅時候，請你先停一停，諗一諗，望住那條看不到尾嘅人龍，問自己一句：我真的值得為了一袋用化學藥水浸泡過、用微波爐叮熱嘅工業預製菜，在這裏浪費我生命中寶貴嘅2個小時嗎？我們每個人手上嘅鈔票，其實都是我們對這個世界運作方式嘅一粒選票。你選擇把錢花在什麼地方，你就是在支持一種什麼樣嘅未來。如果你繼續為那些虛有其表、後廚黑幕重重嘅化學網紅店買單，那市面上真正用心做菜、堅持使用新鮮食材嘅良心小店就會被劣幣驅逐良幣，最終一間間倒閉。到那個時候，當我們走上街頭，發現再也找不到一個會真正炒菜嘅師傅，所有餐廳嘅廚房都變成了微波爐工廠嘅時候，我們就真的只能自食其果了。多花點時間去尋找那些真正尊重食材、尊重食客嘅餐廳吧。哪怕它嘅裝修不夠漂亮，哪怕它沒有適合拍照發朋友圈嘅精美擺盤，哪怕它嘅價格稍微貴了一點，但當那一碗帶着真正火氣、真正鮮味嘅飯菜端到你面前，當你吃進去感受到的是大自然原汁原味嘅滋養，而不是化學添加劑對調理嘅麻痹時，你就會明白，這才是我們對生命、對自己身體應有嘅尊重。生活節奏已經夠快了，工作已經夠辛苦了，在吃飯這件人生頭等大事上，真的不要再委屈自己，不要再為資本嘅謊言交智商稅了。擦亮眼睛，遠離那些靠微波爐和合成肉堆砌出來嘅短命網紅店，吃真正嘅食物，過健康嘅生活，這才是最精明、最酷嘅生活態度。